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师父拿这一张墨宝跟各位信众做一个参考。为人诚信是第一财富啦。一个人讲话算话，真实的跟人家有所承诺，绝对不违背，实实在在守信用的人是第一财富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肯定你的人品非常高尚，非常伟大。这个人不打妄语，不会欺骗别人，人格就特别高，所以我们都信赖他，愿意跟他相处。如果大家都愿意相信你，接纳你，那你的贵人就明显，人家有什么好事情呢，都会想到实实在在守信用的这个人，做人实在，讲话实在，自然感召，人家会想到你。所以为人诚信是第一财富了，是最大的财富。信仰正法是第一谈吐啊，一个正正当当的佛法，教你什么？教你知道有前世、有今生、有来世哦。你死了之后并没有结束，是另外一个生活的开始。所以你必须要很清楚，亦知前世因啊，今生受则是。你前世种了什么因果啦？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？这一辈子就发生在你身上。如果要知道来世什么果报，那现在所作所为就是一个基础。你怎么做，以后就怎么得。你现在懒惰欺骗，你以后就到黑暗的地方。如是因感如是果，我们任何一个念头都会断定我们未来的命运，因果是不会消失的。如果知道我是从哪里来，以后我要从何处去，你都知道，这个是世间最有价值的。一般没有信仰的人心中茫无目标，没有一个真的可靠的归宿，他不知道何去何从啊，心里面忐忑不安。如果你有信仰，我知道我要去阿弥陀佛那里，我一定要到极乐净土，这个叫做无价之宝。所以如果信仰正法，你走的路非常的顺利，而且你不会堕落恶道里面，所以这个非常重要。正言实语是第一妙位，我们讲话要正正当当，表达方式一定要实实在在，绝对不隐瞒、不欺骗、不耍诈，将天地都扶持你哦。这个是第一妙，人家都相信你，很愿意跟你接触了。不但在世的时候你人格非常崇高，你的品行值得大家尊敬崇拜，更重要的是来世，因为你经常正言实语，正当的话，实实在在的言语表达是值得信赖的，所以无形之中诸佛菩萨都欢喜。这种人善有善报，这是必然的。真心念佛是第一生命啊！我们在末法这一种时代里面呢，得免沙伯常劫难，特猛之事释迦恩，种种思量巧方便，选的弥陀弘誓门。这一段话是善导大师恳切真诚的，透过他圆满的智慧，告诉我们所有末法众生，一定要知道娑婆世界本来就是苦啦，对不对？生老病死嘛，灾难特别多嘛，水灾、火灾、地震、大海啸层出不穷啊，随时都威胁到我们的生命财产。每一个人一直想说我要平安，我要幸福，我要健康，我要长寿，但是不可能啊！这个世界是一个五浊恶世，很可怕。我们一定要赶紧离开这个世界。要怎么去？各位，你就念佛，没有第二条路。善导大师很恳切的剖析这里头的重要性，因为末法年代的环境太复杂了，人心不单纯，非常的险恶，社会是残酷现实的。这么一个情况下，你想要能够洁身自爱，你想要不受污染，各位很难很难。你不跟大家同流合污，生活就会遭遇种种的挑战。所以这种情况下，你要心性完全干干净净、光明磊落的很难。那怎么办？佛说，你就好好的念佛。虽然你是一个杂念妄想的人，你念佛，我照样救度你；你是一个作恶极端的人，你念佛，我照样救度你。你是在家出家，你是贫穷或者富有，我平等，没有分别的，一定救度你。你是一个善人，我救你哦；恶道的一切苦海众生，我照样救度你。所以真心念佛是我们末法年代的第一生命啊！除了念佛之外，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的。佛这么清楚、毫不保留的来告诉我们末法年代的众生，你想想看，我们的智慧能够跟佛来相比吗？不可能的吗？佛就清楚的告诉你，这一种年代的众生，唯一的办法就你赶紧念佛，自然就感应道交。佛永远不放弃你的，所以各位要真心诚意的相信，实实在在的念佛，这就是我们众生第一生命呢，唯一能依靠的最重要的方法。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今天将这一章来
来跟大家分享，我们一起努力学习。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